这几天伫第一时间内落超大雨，南投市的木瓜农损失惨重。农民讲，本地是要出300箱的木瓜，即摆剩无100箱会当出。议员讲已经甲灾害提报予中央，若有开放补助，会马上来通知产销班甲农民。整排都是。 规头骹拢是木瓜，有诶烂去，有诶生菇。农民嘛真无奈讲，就算伫树仔看起来还好好诶木瓜，其实拢有水伤，会继续烂落，嘛无法度交互搬上。叫农民是免啊去生存啦，就这烂家呢，成本遮尔悬，啊，佮由于烂果水伤，市场诶行情嘛足歹。公司嘛讲已经将这款情形提报予中央，若是开始开放天然灾害现金救助，嘛会通知农民来协助申请。 那我们农经课也会积极来协助，那一有消息就会马上跟我们的各个产销班、跟我们的农民，还有跟我们服务处一起来共同协助这些受到灾害损失的农民。农民讲，因为落大雨，干那剩4成左右的木瓜会当收成，扣掉成本根本就无趁钱，嘛希望中央会当听到因的心声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